咁啊喺見到呢一邊呢，我哋而家準備緊啊，就係今日第2場嘅測試賽啊。咁啊就係由香港對住澳門隊，將會進行嘅係第15屆全國運動會嘅男子手球項目嘅測試賽。咁啊今日咧繼續啊有我邱宇勤啦，仲有咧就係我好拍檔啊林澤鋒。林澤謙亦都係我哋嘅係香港手球隊嘅代表啊！咁阿林澤謙咧會同我哋一齊咧就係1連2日去負責咧呢一個項目嘅評述嘅。咁就白色衫咧就係澳門隊啦，而紅色衫咧就係香港隊。咁就介紹完球員之後咧，雙方咧都握個手，係啦，交換睇下有冇紀念品交換禮物。咁然後就各自翻自己去教練嗰邊，咁啊睇下最尾臨開波前有啲咩嘅部署，最尾嘅交代啦，同啲球員。唔好講話佢哋點部署法啦，其實嗱喺雖然話頭先我哋都講過，香港隊同澳門隊兩隊大家呢交情就相當之深厚啦，大家交手嘅機會都多。但係喺呢一場比賽開始之前，阿謙用翻真係啦，你講咗身份去睇一睇，講到嘅優勝地方喺邊，澳門隊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嗱，澳門隊咧，其實今次佢哋就經歷緊換血啦，咁球員相對比較年輕，咁啊有打過啲青年嘅比賽啦，主要係咁就相信佢哋今次嘅比賽都係想等啲年輕嘅球員去盡快成長，吸收多啲比賽經驗。相對調翻轉呢，香港隊其實呢個班底我哋已經係磨合咗4年啦，由上屆全運會因疫情而冇參賽。就同一個班底一路練到嚟，依家25年啦，亦都咧嚟到主場第一次啊，係主場作賽啊，香港隊可以話係。咁所以當然啦喺主場方面，不過呢，其實睇到我哋今日呢香港隊派出嚟個陣容呢，咁當然啦，我哋而家有阿謙喺度嘛。咁啊，其實我哋平時我哋港隊嘅有幾多位嘅主力，今日係會上陣，或者今日可能都會係暫時喺測試賽重決先。係啦，咁樣嗱，我諗個概念呢就比較似係好似足球咁樣，就會有個大軍名單啦。咁而每次比賽呢，就會教練就會再揀正式嘅16個啦，或者呢次比賽覺得邊16個去打呢個比賽會適合啲咧，咁就會喺嗰個20人嘅名單入邊咧，就再揀16個去打。咁所以呢，我哋20個其實都係香港隊嘅成員啦，就冇話邊個係正選後備之分嘅。咁啊嗱，開咗波呢度呢，嗱，首先香港隊嘅出場陣容啦，左翼係簡奕輝，左副連潤濤，控球呢謝永輝，右副李兆聰同埋右翼嘅黃澤橋。咁中鋒呢，就係65號黃健啊。咁啊，聽到現場打氣聲呢，其實都好大啊！咁啊，做咗個轉位，再俾到嚟中鋒黃健，咁但係呢轉唔到身，俾翻出去。咁啊，連潤濤作出一個突破，俾到去右副李兆聰呢壓咗埋去俾黃澤橋，但係呢掉咗落隻腳度啊！咁啊，吹咗個踢球嘅違例，咁就係澳門嘅球權嘅。咁咧嗱，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其實啱啱應該見到香港隊嘅教練團陣容啦，其實就好鼎盛嘅，亦都有一個外國人嘅面孔。咁啊呢個咧就值得講一講啦，因為咧佢就係我哋叫佢阿 Kim，咁佢都有中文名嘅，叫魏德金。咁佢係咩來頭咧？佢就係一個瑞典人。就曾經咧係瑞典國家隊嘅成員嚟嘅，咁咪攞個牌嘅喎。冇錯，係攞個2012年倫敦奧運嘅銀牌㗎。哇！呢塊牌先至緊要啊，真係唔係其他牌啊。咁啊，所以港隊能夠咧有阿 Kim 過嚟幫手啊，咁啊當然咧，咪希望都可以啦，就喺整體個實力上面可以加強下。先睇埋呢邊啊，今日咧快攻啊，掉深咗嘅，咁但係咧簡奕輝咧係有接到嘅，冇交失到，有接到，但係咧已經防守球員追咗翻嚟啦，亦都好窄角度，就冇做出一個快攻嘅射門，咁啊定咗落嚟，咁啊一樣控球傳咗俾右副，咁啊傳翻俾轉咗位入嚟嘅連潤濤，咁就壓埋去分波，最尾分到落嚟右翼嘅位置。咁咧就吹咗個越區防守啊！見到黃澤橋咧衝埋去射波嘅時候咧，其實澳門隊嘅球員咧已經係踩咗入去嗰個6公尺入邊，咁啊係一個違例嘅越區防守，咁就所以吹咗個7公尺。咁我哋睇下會係邊個主射呢球7公尺啦？咁就換咗出嚟係呢個郭思明，係啊，咁係一個中鋒嘅球員嚟嘅。咁但係其實佢以前都係打左副位出身啦，咁所以佢射門嘅技術咧都好好嘅。
咁24號郭思明做咗幾下假動作，咁就港隊嘅第一個入球啊，就係由郭思明嘅7公尺係射入嘅。咁你見佢射完波之後呢，其實佢都即刻跑翻出場邊，因為佢特登換入嚟射呢一球波，即係好似劊子手咁樣嘅佢係。咁而手球嘅規例就係因為無限換人啦，咁所以你可以換唔同嘅球員喺唔同嘅情況。咁呢個係一個手球嘅特別之處。今日澳門壓埋嚟分波，佢哋分嘅俾中鋒嘅傳球呢，相對比較草率啊，咁啊俾香港隊截咗落嚟，交到落去左翼嘅位置，一個快攻嘅射門，咁啊簡奕輝一個命中率好高嘅球員啊，其實佢左翼位嘅命中率呢係超級高啦，而左翼位呢，我相信佢都係依家香港呢最強把握力最高嘅左翼位嚟嘅。咁啊雖然呢唔係話身形好高大啦，但係翼位嘅球員呢，需要嘅係射門嘅精準度啦、射門技術啦，同埋個速度靈活嘅。咁呢度交咗落嚟，澳門隊12號啊，咁就香港隊呢就防守漏咗佢喎。好香港隊呢好快打咗球，防守嘅反擊快攻，咁由黃澤橋右翼位啊開齋啦。咁即係兩邊左翼右翼呢，其實你都開咗齋㗎嘞喎。咁啊，澳門隊就定翻落嚟，組織翻個陣地。咁啊，暫時見到咧開咗波咧，接近4分零鐘啦。咁啊，澳門隊其實都好多咧係嘗試俾落去個中鋒度。咁就嗱，呢個就我哋提及到咧比較草率啦，就自己拍埋去做咗個急停環移就射咗個波。咁防守球員影響底下咧，其實佢呢個射門嘅位置都唔係話特別靚。然後即刻翻去防守咧就企位企得唔好啦，就交咗落去俾中鋒黃健呢，就射咗一球空晒嘅中鋒。咁啊4-1，紅衫香港領先。咁我諗澳門隊如果呢，佢哋呢一場波想咬住個比分呢，其實佢哋真係要減低啲失誤啊！嗱，話口未完。但係球證就吹翻轉頭喎，就澳門隊嘅傳波咧就比較草率啲啊，真係。咁啊，吹咗簡奕輝一個拍波嘅違例啦，咁啊所以就快攻打唔成。咁啊呢球雖然個波射入咗，咁但係咧因為球證就覺得係有咗嗰個防守碰撞在先嘅，咁所以就吹咗9公尺，咁啊爭啲又失誤啦！澳門隊又係拍埋嚟，自己做咗個雙腳起跳嘅射門。咁啊，聰仔李少聰交到過嚟，做咗一個突破。咁啊，交到落去左 wing， 你見到澳門隊咧嘅球員係補晒位上嚟，令到左翼位咧其實係好大嘅空位嘅。咁啊，點解佢哋會補晒上嚟咧？就係因為中間我哋香港隊進攻嘅球員咧，中間咧嗰個牽引突破能力好強啊。咁就變相咧，澳門隊根本1對1可能未必守得住嘅時候咧，就要靠2個甚至3個球員去夾擊啦。澳門隊做一個轉位，俾到過嚟右邊，繼續咧係由左到右，右到左揾緊一啲空位嘅。我又係自己拍埋去，呢球呢，防守球員有啲唔集中啦，即係一個望左比右嘅概念啊！澳門隊嘅球員咁就交咗落去，咁啊防守球員就可能一個唔留神呢，俾佢交咗落去俾中鋒。咁就係歐永健啊！冇錯，入球嘅91號左翼歐永健，暫時澳門呢就落後緊2-5，熒光幕右攻左，紅衫嘅就係香港隊。近鏡睇翻我哋今日港隊嗰套嘅戰衣都幾靚啊！哇，犀利！係啊，我哋嘅大炮連潤濤，咁就一個跳埋去攝入去個防守球員同防守球員之間條罅位飛入去射波。今日大家睇到咧，港隊嗰個陣容咧，其實就都大部分成員啦，都係有參加到喺舊年嘅亞錦賽啊，或者咧就係喺再前1年啊，應該前2年啦，講緊咧就係喺上屆嘅杭州亞運啊。
冇錯，咁其實呢，我啱啱都有提到啦，我哋呢個班底呢，由21年諗住衝擊全運會，但係因為疫情而冇打到之後呢，一路都係呢個班底，一路係培養啦，由全國賽啦、亞錦賽啦，甚至乎係上屆嘅亞運會啦，都係呢一個班底，呢20人去應戰嘅其實。好，再次又見到我哋嘅港隊大炮連潤濤，咁啊繼續都係港隊嘅進攻。係啦，啱啱就俾澳門門將擋出咗邊線出界，咁啊都係香港隊嘅球權啦。好噃，哦，咁呢度呢，嗱，見到首先係右副呢，李少聰就埋去做咗一個突破分球啦，就然後呢，再分咗俾控球嘅謝永輝，咁謝永輝呢，就透過隊友製造俾佢嘅空間呢，就飛入去射門啦，咁就吹咗個越區嘅防守啊，澳門隊。咁啊由郭思明換出嚟劊子手7公尺。係啦。咁咧就做咗1兩下假動作之後呢，咁啊嘗試令到門將失位啦，咁但係呢，射翻俾龍門踢到啊呢一球，咁就冇入到，比數呢係6-2，香港隊領先。好啦，咁啊輪到白衫嘅澳門隊。咁啊，澳門隊呢，其實你要佢哋1對1突破呢，佢哋個人能力呢，相對應該係4隊入邊呢冇咁強嘅。咁所以呢，你要佢哋好似香港隊，甚至乎上一場江蘇隊、廣東隊咁樣呢，要靠1對1突破嘅得分呢，對佢哋嚟講係比較難嘅。咁但係呢，澳門隊如果佢要唔好俾人拉開比數呢，佢就唔可以呢係不斷喺個防守球員面前呢，就作出一啲射門啦，就應該要真係引多啲防守。咁啊，香港隊嘅攻勢呢，就啱啱就嘗試突破就唔成功啦。咁啊，依家控球鄭永輝呢，就定翻落嚟啦。咁做一個轉位，然後呢控球鄭永輝走入去，但係呢球交咗去俾中鋒黃健，但係交失咗。咁就澳門隊嗌一個暫停啊，因為呢相信教練都覺得呢，暫時開波到依家呢攻勢呢都係有啲唔係好到肉啊，同埋好似啱啱講咁樣呢，佢哋1對1嘅突破其實係好難突破到香港嘅防守球員，咁就只可以靠香港隊嘅防守球員可能一個唔留神啦，就交咗落去俾中鋒，但係都唔係一啲突破嘅分球嚟嘅，其實。咁就今日香港隊嘅門將啦，暫時正選呢就係8號嘅黃凌聰去守住先嘅。咁我呢邊亦都見到呢，就係澳門隊嘅教練啊。係啦，咁咧都聽到呢，其實佢係叫啲球員呢，劉教練啊，咁就叫啲球員係要多啲走動啊，係無球嘅走動啊，而唔係拎住個波走咁簡單。因為呢，其實手球啦，如果你淨係拎住個手球嘅人喺度喐啦，而其他人企定定喺度呢，其實好難製造到一啲空位出嚟嘅。其實中國嘅手球發展都唔錯，咁啊頭先啱講啦，咁啊劉教練啊劉廣寧呢，本身佢都係來自呢一個所謂嘅唔係足球嘅中超啊，咁啊手球聯賽其實本身我哋國家都有自己嘅係國家嘅手球聯賽嘅，咁啊當然咧你聽到佢嗰啲口音你都知啦，都係廣東隊嘅人嚟㗎啦，冇錯，好流利嘅廣東話。係咁呢度呢，就個拍球咁咧，嗱手球呢，如果你拍咗波拎翻起再拍呢，咁就係一個我哋叫 double 啊拍球嘅違例。咁啊啱啱佢拎起咗又再甩手，咁就當係你拍咗波㗎啦。咁誒俾咗香港隊一個快攻嘅機會，簡奕輝3射3中啦已經。咁啊，我哋都係啦，可以講下其實啊，港隊就唔止話我哋有啊葉冠英、葉冠雄啊大媽細媽嘅。咁啊，你阿簡奕輝同埋簡奕文兩個都係媽嘅。係啊，呢個就比較特別啦。我就以我所知咧，其他嘅團體運動好似就好少有孖仔，而我哋香港手球隊咧，以20人入邊咧已經有2 pair 嘅孖仔啊。係啊，呢個係好少，呢個係
我見親任何人都提一提，因為真係好少喺一支叫做國家或者地區代表隊裏邊，同一支隊伍裏邊啊，即係大家年紀應該都要差唔多，而大家都可以有翻一對孖仔嘅實力喺度，兩對喎，好難㗎。咁呢個就係我哋手球嘅香港手球隊其中一個特色啦，係啦。咁就左翼位簡奕輝，而簡奕文細佬咧就暫時未出嚟，咁就係打個右翼位嘅，就雙翼齊飛嘅。係冇錯，真係雙翼齊飛，一個左一個右嘅。咁啊，我哋都話啦，咁啊另外我哋平時比較多認識啊大媽細媽，咁啊葉冠英、葉冠雄，咁啊大媽就本身就係負責守門嘅。係啦，咁但係呢個賽事呢，冠英呢就同我一樣啦，就唔需要打呢個賽事，咁佢就係以物理治療師身份咧去幫球隊嘅呢個場比賽。咁啱啱呢球呢，就右翼位啊，澳門隊呢就射咗一個右翼嘅射波，咁就喺門將黃凌聰個頭頂嗰度入咗嘅。啱啱入球嘅咧就係3號嘅吳子聰啊，右翼。係啦，咁而啱啱提到葉冠英啦，就係哥哥啦，咁細佬葉冠雄呢，就係防守球員嚟嘅，以前呢都係一個控球，咁依家主要呢就係專做防守居多。資歷就真係大細媽就好深㗎啦，已經。係啦，相信有睇開手球嘅人呢，都會認識佢兩兄弟嘅。即係你話大細媽啊、郭思明啊，即係呢啲你睇開你都大家都會知㗎啦。咁啊，澳門隊又係啱啱都講到啦。其實如果澳門隊佢真係要嘗試拉近呢個比數呢，佢唔應該作出呢啲係人哋一個甚至乎兩個防守球員喺前面都夾硬去射嘅呢啲波。係啦，咁調翻轉呢，其實連潤濤我哋嘅大炮左輔都唔應該係咁樣射，即係如果你要作出一個遠射，其實你可以拉後少少，即係唔好俾個防守球員干擾到你咁多，而唔係衝埋去，但係喺俾人干擾到嘅情況下去射一呢啲嘅射門。咁變相呢，嗰個力度啊、角度呢，你都唔能夠攞得好好啦。咁守門員就相對會容易啲去擋出。咁睇嚟今日呢，連潤濤呢都有啲手緊啊，今日嘅遠射都。咁其實呢，琴晚練完波啦，咁都知道佢呢可能太緊張啦，腸胃炎啊，連潤濤。咁啊，所以呢，相對今日冇話特別好個發揮。咁啊，呢度作出咗個射門啦，咁但係球證就覺得係冇違例嘅，咁就乜嘢都冇吹到。咁啊，澳門嘅球權去到左副位作出一個突破，但係突破唔到呢，就俾咗左翼位嘅球員兜翻上嚟，咁就定翻先。係咁啊！見到連潤濤都有問球證啦嚇，應該係有干擾到，甚至乎係有側邊攝入嚟嘅越區防守，甚至乎係違例嘅嫌疑嘅。咁但係球證就覺得係冇問題，咁就冇吹到。咁澳門隊11號，咁就盧力陽就衝咗埋嚟，咁就但係香港隊嘅防守呢，夾擊都好快。咁睇翻慢鏡，其實的確係越區防守，見到澳門隊呢右翼位嘅球員呢係踩咗入去6公尺入邊去補位嘅。咁但係球證就冇吹到啦。好，香港隊嘅攻勢交到落嚟，右邊副位李少聰，咁就佢係一個突破能力好強嘅球員啊，係以前英華書院啦，畢咗業之後呢，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咁然後突破能力好強，咁呢球呢，佢以1敵2之後呢，因為補位嘅球員係踩入去6公尺入邊咁，所以呢，係一個越區嘅防守啦，出咗7公尺。咁就我哋見到啦，簡奕文啊，咁啊細佬簡奕文呢就換咗出嚟，佢都係其中一個射波技術好好嘅球員啦，咁就所以7公尺佢都會負責主射嘅。你點叫佢哋嘅呢？都係大佬細佬啫，其實都係。我哋通常會叫阿文阿輝咯。OK。係啦，阿文阿輝咁啊，好少叫大佬細佬嘅，唔好聽啊。咁啊係，咁啊係。唔好聽啊。佢哋又唔係話真係，因為孖生兄弟嚟嘅啫嘛，又唔係話真係年紀差咁多。咁啊，啱啱見到啦，咁啊就係負責7公尺球嘅就係73號嘅連奕文啊，就係孖生細佬嘅細佬啊，孖生兄弟啊。咁啊，孖生兄弟嘅哥哥咧就係簡奕輝72號。呢邊一個失誤，係俾到嚟連潤濤。呢球嘅快攻呢，仲要跳起做咗個假動作扮射波，然後呢 second time 再射入。係咪真係有事啊？佢睇落冇乜嘢喎，可能谷一谷啊，頭幾球手緊，今朝早可能清咗就會好啲嚇，輕真係嘅。咁啊，見到佢呢，就係個人輕咗嚇。係啊。
跳到好高啊！係啊，頭先嗰下突破好靚，9-4，暫時咧就係香港隊領先澳門啊！上半場30分鐘，打咗16分鐘，呢邊澳門即刻咧有翻個回應啊！咁啊就係來自12號嘅中鋒啊，咁啊霍俊豪。係咁啊，以為咧佢係一個交波啦，但係原來係扮交之後自己入攝，咁就防守球員呢球有啲失去咗集中力啊！啱啱見到咧就港隊咪有個違例啊，咁啊已經咧就係球證就吹咗雞㗎啦。係啊，吹咗佢，踩咗出去，咁就違例俾翻澳門隊嘅球權。係啊，咁啊聽到咧現場咧教練咧都叫佢哋咧，反而係多啲作出1對1嘅嘗試喎。哇！呢度爭啲有一個失誤啊，澳門隊。係啦，咁就即刻衝埋去自己嘗試1對1，但係咧1對1其實唔係問題，但係問題係你後續咧你要有下一個球員去幫你接應，而你要將個波傳到翻出嚟，咁先係一個即係入攝嘅分球啦，就唔可以齋依靠1對1，因為咧手球嘅防守入邊咧其實都好依賴補位嘅，咁而香港隊嘅防守其實補位都好快啊！見到呢球，首先係12號啊葉冠雄就對住咗個進攻球員，然後隔離李少聰就埋嚟夾停咗佢哋一齊。係咯，西馬早已經報咗位喺度。咁你一俾人夾停咗咧，其實你就有攻尺又要再開個波，咁就唔流暢啊！我哋會話個進攻冇連貫性。咁就最尾球證舉咗手，得翻4次傳球底下咧，澳門隊就好倉促作出咗個射門啦。咁所以就黃明聰就擋出咗啦，我哋嘅門將。咁就左副換走咗連潤濤，換咗紮住馬尾嘅陳子朗出嚟啦，3號。咁我哋咧隊中咧都會話，如果連潤濤係力量王咧，咁我哋陳子朗就係速度王啊，因為全隊咧，甚至乎乃至全香港咧打手球入邊咧，佢可以話係速度最快嘅。哇！俾大家感受到未？哎呦！咁呢球咧就喺有防守攔截底下咧，就射中接近頭部嘅位置嘅。咁但係相信可能唔係中正晒頭部，咁啊球證都冇吹一個中頭嘅違例啦。第一手，我頭先講到想做個短傳俾人截到，咁啊對方嚟，擋晒。係啦，咁就呢球黃凌聰就反而投訴啦，球證佢射到我下巴喎。咁啊交到落嚟，因為咧。嗰球快攻就係右翼位，澳門嘅右翼位打咗個快攻，佢翻唔切嚟防守啊！咁相對上咧，香港隊左翼位簡奕輝咧就有個空位啦。睇翻慢鏡，就我自己就覺得呢球就唔係中正晒個頭部嘅第一時間，咁所以咧球證冇吹呢個中頭嘅違例都好合理嘅。咁啊簡奕輝4射4中啦，啱啱都係提到佢係一個命中率好高嘅球員啦。尤其係呢啲快攻咧，其實佢都相對好穩陣嘅。咁啊澳門隊。一樣咧，採取佢哋1對1埋去嘗試咧，令到防守球員夾擊之後咧，但係要分得翻個波出嚟先係一個好嘅入攝分球啊！我自己就覺得，因為你見到佢哋暫時啲攻勢都係壓到埋去咧，分唔翻個波出嚟，咁啊有一個港隊嘅快攻啦，一個失誤之後，哇！咁啊見到陳子朗啊落西添啊，你見到佢咧。空中騰空嘅能力好強啊！有一慢鏡我哋可以睇到咧，佢跳起咗之後咧，唔係就咁射門嘅，而係咧旋轉球啊，落咗少少西，咁啊令個波係碌翻入個龍門底下。咁係一啲好高技巧嘅動作啦。而家比數咧就係11-5，紅衫香港隊領先。打咗大概20分鐘，咁啊一球遠射。咁而你見到防守咧，其實都換咗我哋17號周錦麟啊，肥仔出嚟。咁佢就係咧成個香港隊咧，其實最高嘅球員嚟㗎啦。咁啊，周錦麟身高1.91米，咁就係全個香港隊暫時身高最高啦，唔計阿 Kim 教練嘅話。啊！呢球慢鏡又見到啦，陳子朗一個空中轉落咗球西，令到咧守門員其實係捉摸唔到嘅。咁啊控球咧亦都換咗60號阿斌劉建斌出嚟啦，咁就俾謝永輝投一投。咁啊右邊做球轉位，李少聰埋去單打。嗱，呢個就係個分別啦。李少聰衝埋去突破之後咧，佢分得翻個波俾下一個跟進嘅球員。咁就劉建斌就透過呢個空位啦。由隊友製造嘅空位就衝咗埋去射門，咁就得分。
咁呢個就係最明顯，我相信大家觀眾都睇得出香港隊同澳門隊嘅分別啊，就係嗰個延續性。係啦，呢球咧就相對好少少啦，由左副位做起動，分到埋去俾控球咧衝入去嗰個防守球員嘅罅隙嗰度。已經係阿歐永健嘅第3個入球㗎啦。咁啊，李兆聰一個突破，因為咧其實前期嘅功夫咧，即係當然李兆聰嘅突破能力好強啦，但係其實呢個入波咧都係靠前期嘅隊友咧一啲轉位啊，令到防守球員喐動咗。其實你見到嗰個防守嘅陣營已經企位係錯錯地㗎啦，咁令到相對李兆聰好容易就透過佢個人能力去突破幾個球員，因為已經失咗位啊。澳門隊嘅球員係。李兆聰今日嘅第1個入球，好啦。再嚟個策動，咁咧就見到呢球澳門隊嘅球員咧突破咗周錦麟。咁周錦麟雖然佢身高最高啊，但係相對佢橫移嘅能力就比較弱。咁呢球咧就俾人1對1咧突破咗啦。不過咧，我哋港隊即刻咧示範下點樣咧做翻一個清脆利落嘅突破啊！入球嘅60號嘅劉建斌。係啦，咁咧呢一場波咧見到其實香港隊同澳門隊嘅球員咧，比起上一場呢，江蘇同廣東隊嘅球員身形係冇咁高大就一定㗎啦。咁啊，譬如啱啱提到啦，香港隊最高都係1.91m周錦麟，但係中國其實除咗江蘇同埋廣東隊以外嘅其他隊呢，佢哋嘅身形呢，1.8幾係講緊算矮，係啦，1.9幾係好平常咁樣。冇錯。而2米都唔算好稀有，係啦。咁而我哋香港隊就暫時未有2米嘅球員。北京同山東都有2米以上嘅球員。咁所以呢個就係香港隊可以話嚟緊全運會正賽嘅劣勢啦，就係我哋身形上、身高上一定係輸蝕㗎啦。咁所以我哋要靠其他方面去彌補翻，例如一啲速度啊、戰術啊咁樣。咁我哋引入咗阿 Kim 作為教練呢，其實我哋嘅打法係越嚟越歐式嘅。歐洲式嘅，咁呢個係我哋嘅一大優勢嚟嘅。係啊，不過港隊有另外一樣，其實同澳門隊嗰個對比幾明顯嘅就係呢，我哋港隊成員都比佢哋橫大隻好多。係啊，其實打手球嘅球員都相對比較厚實啦，比較橫啦，因為我哋好多碰撞啊，即係所以同欖球員嘅身形係有少少似。相對同埋你見到就係澳門嘅呢一支陣容呢，相對年紀比較係年輕啲嚇。係啊，呢度做咗個突破，嘗試分落去俾左翼位，但係就傳咗出底線。好啦，咁啊，而家暫時上半場餘下仲有6分鐘左右。係啦，咁就15-8香港隊領先嘅。咁啊，做咗球右邊轉位啦，就李兆聰衝埋去。作出一個突破，然後咧射門，但係俾門將擋出咗。咁咧其實香港隊好多嘅攻勢咧，都係靠左副位啦同埋右副位去作為一個起動，然後再去延伸之後嘅攻勢嘅。呢度做一個突破，諗住俾中鋒，但係中鋒其實未轉到身啊！又係一球快攻，今次咧簡奕輝第一球，但係唔係入波啦，第一球射失，係啦呢場比賽入邊。好啦。咁啊，左副位掃到埋嚟，做咗一個 cross pass， 但係俾我哋門將黃寧聰咧擋出咗啊！因為咧嗱，其實右翼位嘅球員咧，你左手咧係慣用手咧，咁就會相對射門角度大啲嘅。咁所以喺手球嘅世界，其實左手係比較稀有嘅。咁而啱啱嗰個射波嘅球員係右手，咁變咗佢角度上咧，其實係會相對窄啲。咁而門將亦都比較容易去封位嘅。好，咁就香港隊嗌一個暫停。咁啊，啱啱咧大約去到25分鐘左右咧，咁啊港隊咧就叫咗個暫停，回氣啦。咁就係上半場嘅最後5分鐘嘅埋尾階段啦。咁啊睇下教練許文邦會有啲咩嘅指示俾啲球員啊。暫時而家睇咗大概上半場都25分鐘啦，呢邊見到咧特別高嘅，見到阿 Kim 拍埋落嚟咧，高咗成個頭出嚟。不過先問一問阿林澤謙先啦，我哋港隊手球隊代表隊嘅成員，暫時對於頭呢25分鐘港隊嘅表現有啲咩評價？我覺得佢哋相對咧把握到好多轉手為個攻嘅機會啦，把握力好高啦，同埋防守上呢，其實1對1係好難打得入。香港隊嘅防守球員嘅，咁變咗佢哋就係好穩陣地穩守突擊，
而進攻方面呢，靠住兩邊副位嘅好強嘅個人能力咧，作為一個起動咧，其實都製造到好多係空晒飛入去嘅機會嘅。咁啊，相信教練許文邦嘅部署啦，大概都係咁樣噶啦，就係穩守突擊，靠兩翼咧去打啲快攻，咁啊盡早咧拉開個比數。咁就右副位咧作出咗一個換人嘅調動啊！咁李兆聰咧就出咗去休息，就換入咗咧13號黃俊浩。咁黃俊浩咧就係其中一個啱啱提到啦，好稀有嘅球員啦，因為佢就係左腰嘅，咁就打一個右副嘅位置啦。咁啊見到啦，陳子朗咧就作出一個衝埋去射門咧，咁啊騰空二段，你見到佢好似喺空中踩單車咁樣作出一個射門啊！咁啊好犀利。咁就周錦麟作出一個防守，咁啊澳門隊9公尺，咁中鋒亦都換咗郭思明入嚟係幫手防守嘅，咁所以而家中間就係郭思明拍住周錦麟，咁咧香港隊嘅防守咧，其實你見佢哋都係會，我哋會叫浮點嘅，即係佢哋當對面嗰個進攻球員係有球喺手嘅時候呢，就會有一個浮點嘅防守。又係一個快攻，簡奕輝今次呢就把握到啦。咁啊17-8，香港隊領先。咁啊澳門隊呢，其實好多呢啲陣地嘅自己傳失啊、交失啊，令到香港隊有好多嘅快攻打。咁其實呢場波簡奕輝入咗7射6中，其實6球波入邊呢，我記得係4至5球呢都係個快攻嘅射門嚟嘅。咁啊，澳門隊繼續嘗試透過個人突破去尋求呢個射門機會啦。但係正如啱啱提到啦，你過咗第一個，其實第二個已經埋咗嚟補㗎啦。你步你就得3步咁多，然後你可以拍一次波再走多3步。咁你一定要將個波分到俾空嘅隊友，而唔能夠靠一個人諗住過晒咁多個人。咁出咗界，咁係澳門隊嘅邊線開翻出嚟。咁澳門隊咧都作出咗啲換人嘅調動嘅，你見到。咁而香港隊嘅防守咧，其實佢哋都會撐得好出嘅。而我哋對其他嘅內地隊嘅時候咧，我哋更加咧係會守出，因為內地其他省份嘅隊咧，佢哋身形優勢好好啦。咁變咗，如果我哋唔撐出啲，我哋貼線呢，其實係佢哋遠射係我哋根本守門員好難守。咁啊又一個失誤，陳子朗一個快攻嘅射門啊，咁就冇走雞啦今次。咁就澳門隊成日都有一啲自己陣地傳失啦，咁佢哋嘗試靠一個個人突破，然後分球呢一個細節呢，就做得唔夠好。佢哋個人突破完，成日一分波呢就會分嘅位置可能分得唔係咁好啦，咁就令到成日失誤呢就出現。嗱，又係一球啦，咁啊今次好彩呢，就係個波係俾香港隊嘅球員呢拍出界，咁仲係澳門嘅球權。但係呢個情況就係好似啱啱提到咁樣啦，突破分球之後呢，分出嚟個波嘅質素係唔靚仔嘅。佢做咗個轉位，咁啊衝埋去嘗試做一個個人突破，分到俾左副，再分到嚟左翼，係啦。不過呢，又係俾門將黃令聰擋出咗呢個左翼嘅射門呢，射近柱，咁就俾門將擋出咗。係咁，澳門隊如果係要追翻近呢個比數，其實就要多啲呢啲成功嘅入射分球，然後呢 wing 位即係翼位嘅把握力呢係要夠高咯，咁先可以拉翻高個入球嘅數字。咁啊做一個轉位埋嚟，陳子朗中間入射分球，咁呢球就有啲大意咗少少啦。個澳門隊嘅左翼球員呢，其實已經上咗嚟補位嘅。咁啊打翻去左邊，簡奕輝今次咧俾門將擋出咗。澳門隊左副拍入嚟，嘗試突破。嗱，又係啦，突破完呢，其實你要望一望前面有冇補位嘅球員，因為你補位嘅球員埋咗嚟，代表已經有2個人其實係 mark 你嘅時候呢，你就要揾你空嘅隊友出嚟，就唔能夠諗住突破完再繼續去，即係你要望一望前面到底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到底有冇補位嘅球員。
咁呢球撞一撞咧，阿肥仔周金倫咧就因為球證就覺得佢係補埋嚟嘅時機咧太遲啦，就係攝埋嚟嘅，咁所以就吹咗個2分鐘。咁依家香港隊打少一個人，咁就澳門隊右翼3號，咁就作出咗一個射門啦。阿吳子聰咁就今次咧右翼位射門嘅位置相對係高啲、大位啲，咁就能夠有個好啲嘅角度啦。咁啊18-9，澳門隊係落後緊嘅。好，做咗個右邊轉位，再揾到嚟左邊陳子朗。見到咧兩兄弟簡奕文、簡奕輝咧嘗試做一個空中拆你屋嘅配合啊，咁但係咧就交高咗，咁就上半場完結18-9，香港隊領先。好啦，咁啊，見到兩隊而家咧都出翻嚟，就準備緊咧今日嘅呢一場係屬於我哋今日單日第2場嘅測試賽。香港對澳門，咁啊暫時咧就啱啱打完上半場，香港隊咧就係領先緊18-9嘅。咁啊，即將咧就會進行呢一場屬於全國運動會第15屆全國運動會男子手球測試賽。舉行嘅地點呢，就係喺啟德體育園嘅啟德體藝館主場館啊！咁啊有我邱宇勤啦，咁啊亦都有啊好拍檔，亦都係港隊嘅手球代表啊林澤謙，同大家呢就係一齊睇比賽。咁啊見到自己嗰班隊友今日呢落到去參加呢一個嘅測試賽啦。咁啊喺上半場頭先都問過啦，咁啊都叫做滿意啊！咁啊見到佢哋覺得其實反而你啊作為隊友啦。下半場你覺得先唔好話睇比賽嗰個比分啊，因為啱啱你又俾澳門又再攞多分18-10，有啲咩嘢係覺得你呢班隊友喺下半場你希望見得到或者需要做嘅嘢呢？我諗因為相對澳門隊嘅實力可能冇咁強啦，比起香港，咁所以呢，透過呢場比賽呢，希望佢哋可以多啲嘅演練多啲嘅戰術啦，同埋呢係預演一下下一場。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好難㗎喎，下一場嗱，而家我哋都講咗啦，今日第一場嘅測試賽呢，就由江蘇呢就贏咗廣東。咁今日呢，香港隊呢就對住澳門隊，勝方呢就會聽日就會落入去對住呢就係4屆全國冠軍啊江蘇隊。咁啊敗方呢就會去到對住今日第一場輸波嘅廣東隊。但係你話要演練嘅話，以澳門作為模板就比較有啲距離喎。我諗主要係演練下嗰個比賽嘅投入啦，嗰個精神狀態啦。因為始終我哋第一次香港隊喺啟德呢個場館嗰度比賽係啦。啱啱呢，陳子朗今日好 fit 啊，射咗一球好遠距離嘅射門，但係呢，聽到係砰砰聲嘅，即係佢絕對冇係因為遠射而呢個力度有減少到，反而個波咧球速超級快嘅，龍門都冇反應嘅，呢完全係遠射緊要㗎。大家頭先我哋喺睇第一場嘅測試賽嘅時候都講過啦，因為廣東隊就係欠缺咗嗰種遠射嘅能力咧，所以你對住江蘇隊係特別難打嘅，因為你話要真係埋門呢。本身你要面對住江蘇隊個防守都難㗎啦，咁你話港隊雖然就話大家都大隻啲啫，咁啊但係真係需要有多少少遠射機會。不過睇一睇翻呢邊澳門嘅策動，中路嘅突破冇啦，包住咗，哇！沒收咗啊，俾周錦麟沒收皮球啊，但係咧就吹咗9公尺在先，咁都仲係澳門隊嘅球權嘅。好，哎呀，彈地中柱，再嚟澳門隊搞掂。係啊，咁咧呢一球咧，相信咧
就可能會俾教練鬧啦，因為冇執到個 rebound 啊彈咗出嚟。咁其實你見到門將梁南希咧都有啲唔滿意啊個樣，因為佢擋得咁辛苦彈翻出嚟咧，竟然冇隊友去執翻呢個 rebound，咁啊變咗俾澳門隊再射多次波。咁就下半場呢，其實你見到香港隊呢嘅調動上呢係人腳上有啲唔同嘅，比起上半場。咁啊，中鋒係周金倫啦，左翼位呢就本身係陳浩然嘅，可能唔知係咪因為啱啱嗰球 rebound 冇執到，就換翻簡奕輝出嚟。咁啊，左副位一樣陳子朗，控球劉建斌，右副呢就係我哋左腰球員黃俊浩，而細孖簡奕文呢都係打右翼嘅位置啊。咁依家就真係雙翼齊飛啊，兩兄弟。好，啊見到呢邊73號嘅就係簡奕文啦。咁啊啱啱呢下施射，但係俾人擋到，再嚟過。嗱揾翻陣13號嘅就黃俊浩。係啦，咁就簡奕文呢，雖然佢打右翼啦，但係佢係一個右腰嘅球員嚟嘅。咁就所以呢，佢射門嘅技巧呢係好獨到啦，好刁鑽啦，所以佢先至能夠以右手右腰球員去勝任到呢個右翼嘅位置。係啦，因為我哋都話啦，唔係你右腰而打去右翼，其實個角度係窄咗嘅。冇錯。咁啊，做咗一個反波浪埋到嚟，但係咧就俾澳門隊球員咧攔截到個傳球。咁啊，一個失誤變翻係澳門隊嘅攻勢。18-11啊，暫時咧係我哋港隊仍然都係領先啊。不過咧，你話如果以呢個比數咧，對於港隊嚟講，下半場其實表現係唔好嘅，因為上半場港隊係贏緊18-9噶嘛，即係話而家暫時下半場未有入波。係啊，咁暫時下半場開波接近4分零鐘呢個感覺上咧，澳門隊比較積極啲。都係1對1嘅突破，然後諗住俾中鋒俾人掃到。係啦，嗱呢下係就諗住嘗試搶翻個波嗰下係積極嘅，但係最終個波都係落翻喺澳門隊，哇慘啊！下半場入嚟，而家打咗5分鐘，俾澳門隊已經攞咗3個入球啦。係啊，因為啱啱呢一球呢就有啲甩漏啊，諗住拍到干擾到，諗住偷到波打快攻，點知偷唔到，調翻轉蝕翻，後邊就空咗個中鋒位出嚟。好啦，黃建斌都係喺翻中間，咁啊轉位埋咗嚟陳子朗壓咗入去，呢球波咧就俾得有啲曳啦。即係你壓到埋去有3個球員包夾你嘅時候咧，其實你應該係要再早多半秒去分翻個波出嚟，而唔係去到最尾臨尾 last 嗰一秒咧，夾硬咁樣掉咧，就變咗掉出嚟個波咧角度唔靚啦。咁啊，澳門隊一個快攻嘅機會3號啊，唔止衝。咁就18-13㗎啦。已經咧下半場而家暫時澳門隊4個入球，香港隊咧係完全捱打呢邊呢，陳浩燕係啦，咁就換走咗簡奕輝，就換咗陳浩燕出嚟。咁陳浩燕呢，相對呢，佢係一個好穩陣嘅左翼位球員嚟嘅。咁啊，陳子朗做出一個突破，係咁啊，陳浩燕呢就射中楣啊！呢球。係應該係呢場波嘅第一次射門嚟嘅。係好，澳門隊有少少失誤，但係撈得住。咪見到13號李元華回翻後先，再嚟個組織。咁其實啱啱咧都有提到啦，香港隊嘅球員呢，突破能力呢係相對比澳門隊強啊。咁所以你見到陳子朗一個加速，其實就已經令到翼位球員要夾擊，咁就好爭啲。呢球咧就吹翻轉頭俾澳門隊嘅球權啦。周金倫其實近呢幾球個中間防守算唔錯㗎，佢係好積極嘅。好諗住，再嚟右路到位爆到好啦，陳子朗。自己一個拍晒。哎呀，略嫌咧呢球嗰個假動作咧做得多得滯啊！我自己覺得，而令到咧臨尾咧唔夠時間咧。就射個角度就唔係咁好㗎嘛，快攻俾澳門隊擋到。不過就嗱，俾大家可以體驗到咧，阿陳子朗嗰個速度啊，係即係速度王啊，好隊中嘅速度王啊，超級快馬。咁啊，波嚟到左副。咁其實澳門隊咧，如果你要嘗試透過1對1去打破個防守缺口咧，其實你就應該要揀周錦麟嗰個位嚟突破嘅。因為佢相對上咧橫移嘅速度慢啲，嗱呢度一球 cross pass 自己掉咗出界啦。都唔係啦，佢其實佢望右交咗呢一下，其實都幾毒下嘅。直情連啊簡奕文咧喺頭先喺左邊都唔為意，不過唔單止佢，連自己隊友都唔為意。咁啊傳咗出界。係啦，好呢邊65啊黃健亦都出咗嚟。
咁就王健呢，就係一個力量啦同埋技術都兼具嘅球員啦，而佢亦都睇好多歐洲波啊，咁相對咧佢對於手球嘅了解啊認知咧係隊中叫做最深嘅。咁啊換翻連潤濤出嚟啦，咁啊右副位嘗試咧逆位撲咗上嚟偷波唔成功，空咗交到嚟簡奕文，但係又係射失咗喎，睇嚟暫時咧未揾到佢嘅射門鞋啊！睇翻頭先黃俊浩分翻過嚟簡奕文，真係嘅你見啊，你右優喺右邊，其實你真係嗰個攻擊嗰個角度係好窄嘅。係啊，同埋我覺得可能相對咧都有少少手緊啊，即係比起平時我哋練波見到嘅佢咧係有啲唔同。哦，呢度咧埋到嚟啊，一個空位跳入去，但係咧俾門將擋咗出嚟啊，梁南希一球快攻嘅機會，但係掉失咗。好啦，澳門嘅反擊，周曉輝，吹嘅計先，吹咗7公尺啊！因為咧埋嚟補位嘅球員咧喺側邊嗰度攝入嚟，咁就係一個違例嚟嘅，即係只可以我哋正面正對嘅防守。咁啊，你見到郭思明咧就喺側邊攝入嚟咧，仲喺後邊咧拉咗一拉，咁就球證吹咗7公尺。啱啱中間捉到 foul 33號周曉輝。咁其實咧呢一球咧快攻掉失咗咧，其實後邊未上得切去嘅球員咧，應該褪翻過嚟先，而唔係守翻自己個位置。咁如果唔係變相咧，因為有啲球員我哋上咗去打快攻啊嘛。好啦，啱啱睇到守門員換翻阿黃凌聰，冇啊，射咗一個頭邊嘅位置啊，咁就頭邊插入咗。今日李元華嘅第2個入球啊，澳門13號嘅球員。咁啊18比14。哇，慘喎！下半場有單下半場少少唔輸緊集中啊。球啊！其實下半場咧射門嘅機會我哋係有嘅，但係咧就把握唔到嗰個入球。咁啊兜咗上嚟倒一倒球啦，俾咗連潤濤一個假動作過翻左邊，啊俾到阿陳浩燕嘛開齋第1球啊！19比14。同埋我諗，因為我哋香港隊好耐冇試過喺主場嗰度比賽，以往都係可能喺九龍公園啦，以前會喺就打一啲可能 U 隊嘅比賽，即係例如 U22嘅組別嘅賽事啦。咁你話真係成人隊嘅賽事咧，其實係冇試過喺香港隊嘅主場嗰度搞嘅。哎呦，呢邊有犯規啊！係啦，咁啊都知㗎啦，其實有少少郭思明都。其實第一下推完，第2下有少少好似想拉翻佢轉頭，拉唔翻啫。喺度睇翻個慢鏡，陳浩燕今日第1球，咁啊攞一個遠處上角。咁啊而家香港隊打少一個人啦，睇下佢哋會點樣處理啊？啱啱咧，阿郭思明啊被罰2分鐘，即刻輸1球過嚟啦。係啦，咁因為咧防守手少一個嘅關係咧，澳門隊就由左邊一路慢慢掃落嚟，去到右邊嗰個空位就出現咗，咁啊右翼位射咗一球。啱啱入球咧，澳門隊61號嘅蔡國輝係啦，咁打少一個啦，又係打少一個，咁我哋香港隊門將咧梁南希就換咗出去，換翻多一個進攻球員入嚟啦。咁啊呢邊都見到咧，直接而家咧咁啊港隊都係空門啊，可以但係接出界港隊波嘅。千祈唔好喺呢個時候失誤啊，因為你一失誤就俾人射空門，你換唔切個龍門出嚟嘅。咁啊，我哋可以留意下佢幾時啦。你見到左翼位咧，其實偷偷地已經走咗出去，換翻個龍門入嚟㗎啦。哇！但係真係換翻阿大炮連潤濤出嚟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啊！即係令到其實我哋冇話連潤濤定係陳子朗係作為一個正選嘅，我哋只係需要令到個防守球員唔適應。即係當你適應咗連潤濤呢個大炮嘅時候咧，突然間出個速度王出嚟過嚟，咁就令到防守球員好難去適應啦。呢度就因為打少一個啦，走漏咗個中鋒。咪用多少少嘅短傳入攝，哇！澳門而家追到啦，16比20。今日霍俊浩4次射門中晒，咁都係一啲中鋒嘅接到嘅射門啦。轉身呢就已經係同守門員1對1嘅。咁啊，而家開始拖翻慢少少咁啊，因為咧啊仲有10零秒波監。好。咁啊一個左轉位，連潤濤大炮嚟咗個遠射，咁但係咧就俾龍門咧擋出咗。咁其實咧我哋打少一個2分鐘嘅時候咧，除咗係
換一個龍門出嚟之後咧，其實更重要嘅係咧，我哋要諗辦法拖咗呢2分鐘。係，所以我哋咧盡量咧進攻嘅時候咧，都唔好咁快咁闖出去作出一啲射門。如果唔係，你變相又要再守過，反而進攻嘅時端咧浪費咗啲時間，等你個2分鐘快啲消耗咗佢。咁啊，啱啱睇到24號郭思明都出翻嚟嘅啦。咁啊，大家而家咧就齊人啦。哎呦喲！呢下假手就真係呢球咧，其實佢應該係有少少甩手，但係咧佢個隊友就唔醒目啦，應該即刻過去幫佢接翻個波啊嘛。佢甩手，佢唔可以自己再執翻起嘅，咁就當係違例㗎啦。大家呆咗。呢球爭啲有失誤啊！香港隊一球快攻掉得太深啊！暫時澳門隊14次嘅失誤，但係港隊而家都喺呢個位追緊上嚟啦，8次失誤啊已經。冇錯，下半場真係失誤相對比較多，而射門呢嗰個命中率都唔係特別高啊！下半場冇乜起到手添啊！喺下半場迎住而家，好大炮，係啦，咁啱啱都有提到，其實我哋琴日練波嘅時候已經都有提好多球員，就係今日係盡量試下輕鬆啲去打。即係個心情上，因為大家都有好多可能家庭、屋企人啊、朋友啊嚟到現場支持啦。咁呢個係相對我哋以前可能冇試過嘅。咁所以今日呢，與其話係實力上，其實更加多係可能心理壓力上啊。其實可以真係趁住呢個時間啦，咁啊香港隊領先緊20-16，等澳門隊進攻嘅時候，問一問阿林澤謙，其實今日你都嚟個場嗰度睇過啦。咁我哋而家評述嘅位置咧就係1樓位，咁但係咧落到去，其實頭先你都提過，我都好想問你，個感覺同喺九龍公園有啲乜嘢唔同咧？嗱，我哋其實喺比賽前都有嚟過呢個場度練過2個波去適應啦。咁就個場館係好闊啦。而九龍公園就冇咁闊嘅，咁對於其實射手嘅空間感啊、啲距離感其實係絕對係有影響嘅。咁啊一個失誤嚟到轉手為攻，但係俾梁南希擋翻啊！咁就你見梁南希即刻戳一戳先啦，擋完之後。同埋坦白講，就因為喺啟德嘅啟德體藝館呢邊啦，我哋而家今日咧喺競技館呢邊，其實就你能坐，雖然你話今日測試賽都未話去坐得滿啦。嗱，如果真係到時去到全運會真係坐滿嘅話咧，其實我好肯定一樣嘢，嗰個聲咧係比起喺九龍，因為九龍公園係散㗎嘛，嗰個場館就比較大少少，即係你話我哋有時形容話好空蕩嗰個聲。但係見到今日你見到新設計嘅呢一個嘅體藝館啦，樓底唔係話好空咁啊。今日聽到其實你話淨係可能講緊兩邊中間坐咗一啲嘅觀眾喺度，但係現場嗰個聲咧其實都幾靚透，甚至乎佢頭先啱啱我哋自己喺度評述聽緊嗰個聲咧，當如果全場比賽靜緊嘅時候，嗰種傳聲係連教練可能嗌一兩句，我哋都可以喺呢邊上面經過咗嗰個場地嘅收音都聽得咁清楚。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全場嗰個觀眾一落去歡呼，我諗嗰個聲音對於港隊嚟講會係一個幾大幫助。係啊，咁所以呢，主場嘅觀眾其實係應該係一大嘅助力啦。咁但係可能今場先係第一場啦，咁啊大家嗰個心理上都會有啲手緊啦，有啲緊張啦咁樣。咁上年其實1月嘅亞錦賽咧，去巴林打咧，佢哋個體育館啦，同呢度其實個大細就我諗差唔多。咁但係咧，當佢哋坐滿，仲要打鑼打鼓啊嘅時候咧，我自己親身感受就係呢個場嗰度，其實你完全你連側邊個隊友講咩你都聽到。係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講緊我哋話喺手球項目啦，尤其是我哋話我哋叫中東啦，咁你喺亞錦賽嚟講嘅係啲中亞嘅地區啊，嗰啲地區哇氣氛真係一流。冇錯，真係咧，你係用盡晒力去咆哮咧，其實你隔離嘅隊友都係完全聽唔到你講嘢。咁我哋都希望到時睇下喺香港嘅主場會唔會能夠製造到呢一種咁激烈嘅氣氛啊！主場優勢有㗎，我哋香港啲球迷都真係非常之熱血嘅。OK， 搞掂啊！咁啊啱啱咧見到阿陳浩賢又再俾佢又入波。係啦，陳浩賢今日嘅第2球啦。咁你見到其實咧，本身啱啱咧係香港隊嘅一個有啲甩甩地嘅傳球啦，跟住失誤，去到俾澳門打個反擊，點知佢哋自己又失誤翻轉頭，俾人打翻轉頭啊！咁啊，陳浩賢今日咧4射2中。咁你見到其實下半場咧已經陸陸續續咧係收起咗李少聰啦、簡奕輝啦咁樣，因為聽日已經係決賽啦。咁其實同全運會一樣，其實我哋演練嘅咧唔單止係呢一場比賽
嘅一啲戰術啦，其實係演練晒成個全運會嘅過程，因為全運會嘅比賽可能會接住打咧，咁咧球員嘅恢復都好緊要。我諗呢球咧，門將咧就話佢擋到啊，梁林希就話佢擋到出底線，應該係香港隊嘅波，咁但係球證就覺得唔係啦。所謂嘅 touching 就係頭先 touch 到嘛佢自己，係啦咁如果佢因為睇埋呢球先，入球又係佢啊，20號嘅陳浩然。係啊，下半場暫時入咗3球啊，1球快攻啊，把握到。因為手球咧，咁啊，如果對方射門嘅話，咁啊，如果守門員其實有 touch 到，就算出咗去都好啦，個球權都係會落翻嚟我哋隊嘅。冇錯啦，呢個就同足球有少少唔同啦係啦。咁咧，如果係假設係香港隊防守緊，咁香港隊出邊嘅防守球員拍到個波，然後個波碌出底線呢，咁就會係澳門隊嘅角球啦。係。咁但係調翻轉，如果咧係香港隊門將梁南希最尾掂到個波先出底線呢，咁就係計龍門球㗎啦，咁就即係代表成功防守到啦。但係足球就調翻轉㗎嘛，如果龍門擋出底線，咁應該都係角球啦嘛，係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唔同嘅地方啦。所以頭先呢，大家如果真係睇得多，慢慢咧去認知到呢一個手球項目嗰個比賽嘅規則，你就會見到點解頭先守門一路話 touch 拗乜鬼咧？梗係如果你以足球嘅概念，我梗係唔拗㗎啦。但係我真係如果守門員喺防守嘅時候係有掂到個波而出底線呢，球權係翻嚟，自己就唔會俾你再嚟㗎啦嘛。係啦，咁所以咧成日咧都會見到咧，尤其係可能歐洲嘅一啲比賽啊，甚至乎係一啲亞洲區嘅比賽咧，你都會見到啲龍門咧左飛右撲，有時咧撲過去係將個波拍出底線嘅會，咁就都係一啲好精彩嘅畫面嚟嘅。咁就依家暫停完之後咧，係澳門隊嘅球權啊。22-16，紅衫香港隊領先6球嘅差距。咁澳門隊啊嘗試揾機會啦，由左邊帶到右邊，咁啊分咗落去俾翼位，又有啲甩下，咁啊傳翻上嚟，咁啊埋去突破，做咗一個坐地嘅立定射門，咁就冇乜力水，亦都冇乜角度，咁就俾梁南希咧輕鬆擋出啊。咁啊香港隊反擊。交到落去左翼位，陳浩然又係佢啊！下半場好 sharp 醒喎，暫時都就係由嗰球冇執 rebound 開始咧，俾教練換走咗，應該出到去丙完之後咧，入翻嚟咧即刻精神晒啦！呢個就真係你先知嘅啫嚇。因為咧我哋成日強調咧，尤其係兩邊翼位，因為咧其實龍門擋出嚟啲波咧，好多時都會喺翼位嘅位置出翻嚟，咁所以我哋。除非我哋一定要打快攻，但係如果唔係咧，我哋穩守突擊嘅話咧，翼位係應該一定要執好個 rebound 先嘅。你冇得唔執之後，你俾對方再入翻呢啲嘢，真係好泄氣啊！㗎啦。咁所以俾人丙完就入嚟醒神晒啦。好，中間包到係啦。係啦，咁所以啱啱都提到啦，1對1嘅攻防咧，其實好難1對1過到香港隊嘅球員，因為相對上咁樣比較咧，香港隊嘅身形好啲啦。力量都好啲啦，咁澳門隊如果你又冇攞到好後有個衝力助跑咧，其實你好難原地過到，好似連潤濤呢啲咁大嚿嘅球員。咪咯，連潤濤啊，阿郭思明啊，阿周錦麟佢哋成站都係，哇，件都係1.8幾1.9咁樣㗎。不過打橫計。好，又有一球快攻嘅機會，又係陳浩然啦喎！哇，喺勾一勾啊，俾澳門隊嘅球員呢。應該係殺唔切掣，冇心嘅就勾一勾，咁就空中咧佢要後手去射個波，咁但係咧照入啊！嗱，慢鏡重播啦，睇下我哋呢啲嘅所謂困一困到擺尾啊！係啦，咁如果呢一球其實咧球例上，如果就算阿浩然射唔入咧，其實都會吹翻個7公尺嘅，因為始終明顯得分機會你影響到㗎嘛，咁但係佢入到啊嘛，正當嘅防守係啦。即係通常手球就係話嗰種變化多端，唔係話淨係彈地啊、粒波啊，好多時都係嘅後手嗰就係，因為你個人騰空去到最後一刻，你中意做乜都得㗎嘛。冇錯。係啊。OK， 澳門隊即刻有回應啊！係啦，咁就由左副位嘅球員啦壓埋去做咗一個尋手嘅批手射門啊！咁啊，呢度香港隊一個失誤嚟到澳門隊，係啦，咁啊嘗試咧嚟咗個碌啊，但係碌唔入，落唔到西，過唔到梁南希，咁就香港隊嘅攻勢交咗落去。呢球咧有啲大意啊，就有啲防守球員叉到個傳球，但係澳門隊處理啲防守反擊其實都處理得唔係咁好啊，相對即係成日諗住咧一線快攻咧就打死人，但係咧
其實你應該要等後邊冚上嚟第二浸、第三浸嘅攻勢咧，咁啊會更加有效率咯。24-17，香港隊領先啊！咁啊時間咧打咗接近20分鐘啦。咁啊，半場30分鐘裏邊咁啊，即係話進入即將嘅最後10分鐘㗎啦。咁啊右副位換翻李少聰出嚟啦，一個突破俾到謝永輝。咁啊謝永輝衝咗埋去，再出一個射門，咁就係咧就被防守成功，就吹咗9公尺啦。今場波相信咧大家對住澳門咧，大家嘅入球意欲都比較高嘅會。咁一個個人突破，一個扮去左邊，然後過翻右邊嘅一個假動作。李兆聰今日有2個入波，暫時港隊領先緊25-17。今日李兆聰嘅入波唔算好多啊，但係你見其實好多攻勢咧都會由佢去起動，再去延伸落去發展嘅。咁所以佢係一個我哋攻勢嘅一個發動嘅點嚟嘅其中一個。又一球快攻啦，又係陳浩燕，真係完全阻唔到啊！陳浩燕啊，一路都做出呢一啲嘅反擊啊！係啦，今場波咧8射6中啦已經。咁你見到點解佢個快攻可以咁快跑出咗呢？就因為呢，其實你可以留意下，當澳門隊嘅左邊嘅攻勢準備射門嘅時候呢，喺處於球場右邊左翼位嘅浩燕呢，其實佢已經係偷跑咗準備快攻。咁所以你見到佢咁快就空晒。好咁啊！趁住呢一下咧，港隊靚防守啦，好多時都係啦。睇手球咧，有一啲唔係咁熟悉嘅球迷會覺得唔習慣，就係話，喺中間見到哇，好似一啲好粗嘢嘅動作，甚至乎好似真係雙撲咁樣樣，雙手就淨將擁到對方成個飛起。但係嗰啲又未係算係唔合法嘅防守嚟嘅喎。咁球證咧就會依據啲咩嚟判斷呢？就係依據咧佢會你嘅進攻球員咧能唔能夠 control 到你自己嘅身體。如果你係控制到你自己嘅身體嘅情況下咧，咁球證就覺得咧你都冇乜點俾人影響到咧，就唔會吹翻。哇！嗱，所以我就話今日連潤濤咧係比起平時嘅發揮係冇咁醒神嘅。俾人咧連續集咗2球，好球證吹入咗，甩咗啦已經。係啦，咁啊又係香港隊嘅攻勢。咁連潤濤咧佢早幾日就腸胃炎啦，可能緊張得滯，咁我哋都笑佢啦，太緊張啊可能。李少聰又一個個人突破，然後咧冇補位啊！你見到澳門隊嘅球員係冇人補位埋嚟嘅，咁佢1對1過咗一個之後咧，就已經係空晒入去射波啦。睇翻頭先呢，就係阿連潤濤連續2下呢，就係俾澳門嘅門將啊，吳子榮呢成功咧撲救到。係啊，咁啊連潤濤今日咧力量王力量就有啦，但係今日啲角度啊爭硬啲啊。其實你啱啱見到嗰2球波咧。其實門將都唔需要喐動好大，就已經擋咗嗰個射門啦。前面有郭思明擋一擋，而家轉過嚟左邊，係哇！呢球波係射得幾好嘅，幾靚喎！係啦，佢先係一個尋手啦，令到守門員以為你係射下路嘅位置，點知最尾咧臨尾一剎那批翻隻手上路波，靚波㗎！啱啱入球咧就係33號嘅周曉輝。好啦，港隊而家都有將簡奕輝同簡奕文2個擺翻出嚟。係啊，咁相信咧都係唔想佢哋坐得太耐啦，可能。同埋我哋每個位置大概有2個嘅球員啦，翼位嘅話，咁就變咗其實佢哋都係不斷互相交替，即係譬如好似左翼位簡奕輝同陳浩燕咁樣。啱啱啊，謝永輝嘅射門就無功而還。係啊，今日輝仔好似都同連潤濤一樣啊。有啲手緊啊，我自己覺得。我以為話2個都有傳染添，腸胃炎都冇得傳染嘅。咁啊，尋日我就話，一樣。好，冇啦，中間包實咗先，過唔到啊！65號嘅黃健。咁啊，澳門隊一樣靠個人突破，自己拍埋去嘗試作為一個起動啦。咁去到右副位又俾郭思明咧就防守撳咗落嚟。咁而啱啱提到輝仔謝永輝咧，其實係我哋香港隊嘅隊長啦，咁亦都係正選控球啦，所以好多攻勢啊都要由佢去策動去組織嘅。好啦，而家變相呢一個好自然出嚟嘅人多打人少啊。OK，
因為對方攻完之後呢，咁啊喺地度仲投訴緊，未回防得切，變咗呢，就令到香港隊嘅反擊有個人數較多嘅優勢。係啦，冇錯。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咧，球證其實你吹咗佢，你點都係嗰個判決㗎啦，係啦，走啦，唔好拗啦。你咁樣來回，你輸翻一球後邊咧，仲泄氣。係。好啦，澳門隊。啱啱提到咧謝永輝啦，你見到咧防守你係唔會見到佢嘅，因為佢就會換咗出去，佢只會喺進攻嘅時候咧先會換入嚟嘅啫。咁而防守嘅時候咧，佢就會換咗另一個球員入嚟幫佢防守嘅。好啦，右路俾人哋封死咗位，中間好波守得靚嘅。係啦，咁咧嗱，我哋由呢一球波就可以睇得出咧嗰個球員嘅質素嗰個分別啦。啱啱上一場波。江蘇隊阿周傲其實同一個動作嚟嘅，中間揼停向右，然後一個彈地波。但係周傲上一場波呢係入咗好多呢啲嘅彈地波啦。相對啱啱同一個情況，同一個類似嘅角度射門呢，澳門隊嘅球員呢就變咗係俾門將擋出，因為嗰個波嘅力度啊、角度都係爭咁啲嘅。咁而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啦、澳門啦同內地其他城市嘅球隊嘅分別啦，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全職嘅球員嚟嘅。全部省隊啊，全部都係全職嘅，每一日都練啦。相對我哋香港同澳門呢，就係只係半職業啦，或者甚至乎業餘。咁啊，練習嘅時數上一定係冇咁多㗎。喺呢個慢鏡重播啦，就係幾球啊陳浩燕嘅快攻。咁其實咧，亦都要讚下咧門將咧梁南希咧掉嘅位置咧，其實掉得好好啊個落點。好咁啊！暫停翻嚟之後呢，咁啊香港隊嘅攻勢啊，咁就換咗陳子朗左副出嚟，咁可能呢，連潤濤又再俾佢投一投，或者可能教練亦都有嘢要同佢即係調整下啦，咁就換咗出去啦。咁啊見到澳門隊守到好擴大喎，守到好出喎。好，簡奕文右翼一個粒射啊，半粒半射，令到龍門呢其實好難捉摸啊呢啲。咁啊簡奕文嘅第一球啊，今日第一個入波。咁啊，澳門隊可能嘗試喺下半段就想縮窄翻呢個比數啦，或者可能佢哋都有一啲防守嘅陣式想練一練啦。咁啊，守咗擴大守咗出嚟。咁而香港隊呢，變相後邊嘅位置呢會多咗空位，咁啊有利於佢哋突破啊。因為如果守一個擴大呢，其實你嘅原意就係你唔想俾對方咁近門射波，唔想佢咁多嘅遠射。咁但係咧，你守到咁擴大嘅時候咧，變相你一俾人突破咗第一個咧，你後邊就會有好多空位出現啦。29-18啊，嚟到最後4分鐘左右，澳門隊做一個轉位，冇啦，遮曬拍波係啦，係啦，仲要 turnover 埋添。好咁啊，一路反擊啦，左 wing 傳到過嚟俾謝永輝壓入去，係啦，分翻出嚟李兆聰。呢個呢就係嗰個分別啦。澳門隊就係你衝到埋去之後呢，最尾你分唔翻個波出嚟，或者個隊友個接應嘅位置唔好。而呢一球呢，就係正正就係同一個情況呢，教科書式啦。謝永輝壓到埋去，然後呢，李兆聰其實知道佢會傳嘅，準備定接應衝埋去啦。咁就變咗，就算翼位嘅球員再補上嚟呢，其實簡奕文都空晒，咁就變咗係一定會有個好 clear chance 出咗嚟。睇一睇翻呢，就係喺澳門隊今次派出嚟嘅代表隊啊，都有幾多呢？我哋所謂嘅千禧年後嘅一啲00後嘅年輕嘅運動員啊。咁啊出咗個違例走步，掉咗快攻俾簡奕文，衝到落去，中馬尾。感覺到咧，簡奕文咧都係好想咧去射多啲波。今場波係都想起手嘅。澳門隊又再有入球啦，雖然為時已晚，但係就盡力啦。咁啊，因為我哋都話你要1分鐘追，我哋樂觀啲啦，1分鐘追2球都難嘅其實。同埋我相信呢，即係澳門隊佢哋嘅目標都未必係要贏香港隊，而係佢哋係都有自己嘅一啲賽前嘅目標要做到啦。我相信。不過就而家暫時呢，港隊應該呢嚟緊剩翻呢2-3分鐘，起碼最少呢40零秒都會攻得幾輕鬆下。係啦，因為呢香港隊就打多一個人啊。
咁而啱啱嗰個攻勢見到咧6打5嘅情況下咧，交到落去俾中鋒郭思明，咁就好輕鬆一個得分嘅機會。咁啊31-19，香港隊領先。咁啊，澳門隊依家打少一個人，但係冇換到個龍門出嚟嘅，咁所以咧係5個人嘅啫。咁啊，嗱呢度冇執到個 rebound 啊，不過好彩咧踩界。咁啊，轉眼過到嚟簡奕，我都爭啲唔認得，呢個係簡奕輝嚟嘅，喺一個左翼位嘅位置咧，就有一個快攻嘅射門啊。剩翻最後分半鐘。比數上就大局已定㗎啦。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咧，聽日啊喺同樣時間呢，我哋係港台電視咁啊，亦都會繼續同大家咧現場直播第15屆全國運動會喺男子手球項目嘅測試賽。聽日呢，我哋香港隊就將會對住江蘇，亦都係過去4屆全國運動會嘅男子手球冠軍啊。咁啊，而至於另外咧，澳門就應該會對陣係今日第一場輸波嘅廣東隊。冇錯。咁啊，啱啱一個反擊快攻咧，阿輝仔謝永輝就交失咗啊，但係即刻又已經有第二個快攻機會出現啦。咁啊，李兆聰咁啊係埋齋啊。咁而聽日嗰場波咧，其實對江蘇隊咧，都可以話係老對手。點解咁講呢？因為其實啱啱12月我哋先至去完江蘇嘅基地度集訓啊，咁就同佢哋度過咗1個禮拜啦。咁啊，每一日都打練習賽㗎啦，其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大家都好熟悉嘅同時，都交情應該唔錯㗎咯喎。係啊，都交情唔錯。咁而同時間呢，其實就係我哋就係叫做判斷緊我哋同全國冠軍嘅差距到底有幾多。好快啊！真係見到3本嘅陳子朗。咁喺呢度再一次咧，恭喜晒香港隊咁啊，能夠喺今日咧呢一場嘅第一場嘅係男子手球全運會測試賽成功咧，就係擊敗到澳門。再提大家嚇，咁啊，聽日咧就我哋將會去，仲有2場嘅直播，會透過我哋港台電視嘅官網，仲有咧就係 YouTube 頻道嚟直播多2場嘅男子手球嘅測試賽嘅。咁相信聽日嗰場呢，就係決賽，就係戲肉啦。咁我哋都可以測試下香港隊到底喺真正嘅比賽上面同全國冠軍嘅實力到底係有差幾多呢？咁啊，絕對係值得期待啊！咁啊，聽日呢，我哋嘅直播1點50分左右開始，咁啊，比賽呢正式開始嘅時間呢，就係下午2點鐘。